你眼家当然冲着万代天。王辈尊重你，王辈心赞你，万军为英雄为你高万岁。
岁。我被饿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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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兄弟。我被饿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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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兄弟。
兄弟平安。平安。请麦倒走到。咱的救主，上帝的仁慈，甲伊会听人显明的时，伊就救咱，毋是对伫咱所行的义，是照伊的怜悯，对顶头生的死甲圣神的换身。圣神就是伊对咱的救主耶稣基督所大大降临伫咱的，互咱对伊的恩来称作义，通照永活的愿望来成做好事。这个话是真实。一条，咱要来吟圣诗，圣诗304首，圣诗304首。我要学了，我要学了，学了我主上帝。我要学了，我要学了，我要学了我主上帝。约翰有听见，隆重受赎今日，因一齐出声学了主圣名，有人咧祈祷。有人咧唱歌，因一齐出声学了主圣名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我要学了，我要学了我主上帝，我要学了，我要学了。我要学了我主上帝，约翰有听见，隆重受赎今日，因这声出声学了主声。有人咧祈祷，有人咧唱歌，因一齐出声学了主圣名。我要学了，我要学了，我要学了我主上帝。我要学了，我要学了，我要学了我主上帝。因耶稣
喜学乐唱歌，将一切学乐荣光归上帝，荣光归上帝，荣光归上帝，荣光一下永万世。我要学乐，我要学乐，我主上帝，我要学乐，我要学乐，我要学乐，我主上帝。你做人家己，主永远天父，聆听通来创造阮大家。阮要尊重你，阮要学乐你，愿永远永光归你到万世。我要学乐，我要学乐，我要学乐，我主上帝。我要学乐，我要学乐，我要学乐，我主上帝。一粒，请咱用师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师徒圣经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父上帝的大边。伊要对遐学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是圣神，我是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上头，罪会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一条咱要来启用伫圣诗后壁面，启用第43。启用43，选着咱三角来启用。启用第43整空77面。伫迄日你会讲，虽然你有对我受气，看上帝是我的拯救者。主上帝是我的快乐，我要唱歌学乐称赞。伊是我的救主，伊是我的上帝，我要称赞伊。伊是我所生的上帝，我要尊伊做大。恁会对救恩的水泉欢喜唱水，伫迄日恁会讲，将伊的所做直立邦报扬。恁着唱歌称赞上主，伊的作为真显赫。踮伫锡安的人啊，着欢喜唱歌。只是请咱三角额头来祈祷。亲爱的弟阮感谢你，伫即个寒冷清早的早起。你阁引带阮众兄弟平安来到你的圣殿，阮要来敬拜主你，因为你是阿里法，你是欧米伽，你是创造，你是起头的，也是煞尾的，你供应阮一切的需要。你袂捌留落一项好物，无互遐行正直的人，因为伫阮顺利的时，往往阮会袂记你上帝，行耶和华目睭中所看做歹的事。甚至陷落伫罪的中间，但是阮知影，耶和华你有怜悯，有稳定，无快快受气，阁有丰盛的慈爱。你无长长的责备，也无永远困受气。你也无照阮的罪过款待阮，也无照阮的罪孽报应阮。因为天离地有偌悬，伊的慈内对敬畏伊的人也是遐大。当离西有偌远，你互阮的罪过离阮远嘛是遐远。你上帝，你甚至阮疼阮世间人，你将你独生圣子赐予世间，叫阮伊若信伊的，不得到灭亡，反倒得到永远活。阮兄亲的当中，敢该有辛苦病痛，甚至爱靠着医药，也是爱回诊，也爱复健，叫做
当阮伫患难中，阮也共款会当欢欢喜喜。伫阮信仰中，敢觉有潮途，有讲袂出的吐气，甚至咧憔悴的时候，当阮求的时，你着应允；阮拍门的时，你甲阮开门。伫世界的所在，旧的战事也袂结束的时，阁有新的战事来发生，甚至伫各所在也有意外来发生。求主你怜悯，赐了恩典，伫每一个所在，伫阮的国家今年也选出新的总统，也有侪受选的民意代表，共款伫世界各地也要造成侪的选举，要为着人民来拍拼。毋茫有遮有权利、有权能的，会当行公义、好人民，甲上尊谦卑的心，甲上帝同行。阮也要听主你的声，透过牧师的讲道，有顶头生的意义。若有人伫基督内，旧的代志都会过，拢会变成新的。求主将遮个话语放伫阮的心中，免搁一遍来得罪主你。阮也要听照遮个道理来行出来。阮也少年阮同神的兄弟无伫阮当中，无论因伫无论因伫逐所在，拢有主你的保守甲看顾，相时也祝福伫阮来到你的面前的兄弟，出入拢要平安。求主你保守看顾，伫阮要来后尾好会召开，求主你的灵永远引带伫阮的教会。伫过去一年的当中，阮也要来检讨，阮也要为着头前的事工袂记背后，向头前所查的表来走。通过种植甲会友，万民皆祭司。阮也知你甲阮讲，叫阮袂当甲世间共款，叫阮爱心意换心变化，才会当查验啥物是上帝顺全贪欢喜的旨意。阮一遍短短的敬拜，求主你甲阮接纳。阮在你面前奉用阮的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叫圣主名来求，阿免。一碟鹅肉，咱请圣歌队鹅肉三一真神。
学乐三位一体，独一的主宰。咱即碟，咱要来读圣经，请咱掀开伫新约约翰福音3章，第一方面对第1节读到21节。约翰福音书第3章第1节到21节，大本128，现代汉语本148，汉语本106。跟着我来读。约翰福音第3章第1节。约翰福音第3章第1节，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伊犹太人的官米是来就近耶稣，对伊讲：若比，阮知你做先生是对上帝来的，因为若毋是上帝甲伊伫地，就无人会行你所行遮的新约。耶稣因伊讲：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人若无长头生，就袂会看见上帝的光。伊阁对母对伊讲：人已经老，怎样会长头生？减会阁入老母的腹肚内生吗？耶稣因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人若无对水甲圣神来生，就袂入上帝的光。对肉体生的是肉体，对神生的是神。我讲，恁的确着长头生，恁无得掠做奇怪。风出伫意思来吹，因听见伊的声，毋知伊对倒落来倒落去，就见若对神生的也是安尼。尼哥对母因伊讲，怎样会安尼？耶稣因伊讲：你做以色列的先生，嘛也毋知这吗？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阮是讲阮所知的，干净阮所看见的。若是恁毋接纳阮的干净，我甲恁讲地上的事，恁尚且毋信；若甲恁讲天顶的事，恁减要信。无人捌上天，只有伫天年的人子对天降落若定，佮亲像摩西举起蛇伫旷野，人子也的确安尼受举起，互见若信伊的人踮伫伊有永活。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，互见若信伊的人袂沉沦，会得到永活。伊疼世间到安尼，因为上帝找囝入世间，毋是要审判世间，是要互世间人对伊得到救。信伊的人无受审判，毋信的人已经受审判，因为伊毋信上帝独生圣囝的名。所审判的，就是光入伫世间，人爱暗较过伫头光，因为伊所行是歹，见若做歹怨恨光，就袂上近光。行了伊的所行，受责备；独独行真理的人，上近光，来显明伊所行伫上帝来行。咱圣经看到遮，即是咱讲道，今日是顶头生的意义，咱即是请牧师。好，来，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以前，咱先做伙阿头来祈祷。听阮的主上帝，阮实在感谢你，感谢你授赐阮你的话记载伫圣经，互阮透过读圣经，透过彼此分享，对伫圣经的感动，主啊！你的神就着安尼来对阮亲自讲话，所以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过程中间，也恳求主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会当搁一遍亲自听到你伫心中对阮讲话，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大大做工伫阮的中间。将你的话刻伫阮的心中，也阮因为有主你圣神的带领，互阮无论是讲也是听的，都会当平平得到利益。对伫主你的话来得到造就，愿将阮以下的时间交托互主你亲自来引带，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
咱每一个人个性拢无共款，有个人较注重的是结果，所以若旅行的时阵，望讲愈紧到着你要去的所在，愈紧上好。所以沿途的风景可能就无遐尼重要，上好把握时间。我要去高雄，就上好是赶紧来到伫高雄。去高雄过程中间会经过桃园、新竹、苗栗、台中，搁来彰化、云林、嘉义、台南，这一切过程拢无重要。另外有一款人的个性，伊每一项代志拢会当享受伊其中的过程，所以常常伊会坐慢车，然后咧坐慢车上好是啥物？因为车票坐车较俗，甚至迄个区间车会当你若欢喜要落车，因为你用悠游卡，所以你要落车你就落车，然后咧沿途看到啥物所在深色的所在，你就落车，去迄个车头附近行行的，然后去食当地特别好食的物件，然后就搁起来继续坐。可能开的时间会较济，但是旅行的中间，坐火车的中间，你会当发现过程中间可能有一寡私密景点，就算是开较济时间，到伫你要去的所在，但是会有特别欢喜快乐的发现。所以有的人是享受旅程的旅游的过程，有的人是望愈紧到去你要去的所在，愈紧愈好，过程无重要。当然，咱对伫旅程，对伫你要去一个所在的过程，咱个性无相款，看法无相款，但是咱来看咱基督徒的生命的过程，咱基督徒生命好亲像毋是干那看结果，佮较注重的是过程，就是军队主耶稣基督，咱信仰的历程、信仰历程，会当讲咱看重伫基督信仰中间，实际上咱需要看重即个过程。所以咱讲，即个辛苦的过程中间，你行了后，你体会到有上帝的带领，咱拢会安尼来分享。咱袂讲哇，就安尼戆戆啊哇，就到今仔日啥物拢袂记一啦。咱一般伫信仰讨论信仰，咱较少会用即款态度，戆戆啊哇，安尼毋知影安怎，我即摆嘛80岁啊咧，过程啥物我拢袂记，我拢无感觉，可能咱至少伫基督徒的中间，咱分享咱的信仰，咱若讲我戆戆啊，就即摆就90岁啊，安怎我嘛毋知，那安尼你讲无几句，别人嘛无想要听，因为咱信仰是看重信仰的历程、信仰的过程、信仰成长的过程，所以咱圣经的教导是爱咱去注意看重，是咱伫即马即个所在、即个时阵，咱活伫上帝的掌权的中间。上帝国是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咱伫信仰的中间，咱爱体会到即点，毋是讲哇，不管安怎死了后会当上天堂就好，不管即马安怎，这好亲像毋是咱教导的信仰。所以，咱即个传统的中国思想内底有讲到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好亲像基督信仰甲即款的观念，
无共款。咱是讲圣神一步一步去带领，到底咱有一个信仰的进程，一个爆发点，然后咧，你感动，你就信耶稣，领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。但是你会讲，圣神其实一步一步去带领，只是讲你伫过程中间无拄拄你家己体会到，但是行了后，你讲哇，这是圣神一步一步带领。咱袂讲啊，真正你做歹事做真多啊，然后讲啊，今仔日我为着安怎，我为着要成佛，所以咧，我歹杀人啊。咱袂用即款结果论，咱会看重过程。咱成长的过程中间，就算你是今仔日你有特别的感动，但是咱的信仰教导是爱咱回想咱行过的路。为什么有今仔日？今仔日咱所读尼哥底母的故事，就是教导即个真理。就是即个顶头生的意义到底是啥物？啥物叫做顶头生？重生。大先咱知影，尼哥底母是圣经新约的人物的中间，其中一个受人尊敬的宗教领袖。伊就算伫基督徒的中间，讲到尼哥底母，虽然讲伊是当时犹太教、当时犹太人的信仰的宗教领袖，但是咱伫咱福音书中间，对伊也是正面的描写伊。伊受人尊敬，是因为伊真做一个宗教专家。伊真做一个犹太人所尊重的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就是对伫不只是圣经研究真深，因连圣经怎样应用伫生活中间，就是犹太教的遮个教导，遮个生活的教导，遮个律法，伊也研究真深。犹太教的律法，当然伫新约的观点会感觉讲，遮个想要用律法、守律法来得到救恩，咱基督信仰讲这无够。但是你爱知影，犹太人因其实因是期待讲圣经安尼教导，啊，我要安怎行？因真想要讲，我到底甲我讲清楚，我要安怎行较好？所以守安息日到底要安怎守？所以因就规定讲行偌济路以内，拢无算伫工作。然后咧，你做啥物代志是生活需要的，所以你做即个行动毋是工作，但是你若做即个行动就是工作。所以有诶犹太教徒就会讲，你开电火，开电火即个动作，伫安息日才会当行，因为讨论这犹太教真爱讨论这你住大楼，你电梯，你离即个电梯，然后咧开即个机器，电梯啦，将你安尼互你会当坐电梯去你要住诶所在，互你会当出门，到底这敢是工作？因就爱论这就是犹太教。但是你会当看到讲，这是犹太人因实事求是啦，但是伫耶稣迄个时代，因实事求是所变做注重真侪细节，然后咧死腐不化，因就是坚持即个细节，结果煞袂记即上帝爱咱是行公义、好人民、谦卑，甲伊做伙相行，这煞袂记即，结果因注重的是安息日行偌济路以内。无算做工，超过就是你着做工，你着袂使。然后咧，食饭的即个规矩是啥物？食啥物袂当食啥物？规工就咧论这辩这，然后咧为着坚持即个旁枝末节，煞袂记即搁较重要。
上帝的信息。但是尼哥底母诚做犹太人中间的宗教专家，诚做因所看重的一个律法、犹太律法的专家、法利赛人，但是伊真坦然来面对家己的不足。伊知影伊对任何的代志无完全拢有答案。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的作者伫咱今仔日所读的即章中间，实际上是真正面去描写尼哥底母。所以约翰福音3章20节有写讲，尼哥底母伊是迷是来就近耶稣，迷是来就近耶稣。互咱知影，咱即马街道拢有路灯，然后咧，咱即马生活的形态，大家暗时厝里拢电火开啊真光，所以暗暝出门，伫咱即马是真平常。咱来想讲，伫40-50年以前，伫庄骹，迄暗暝安怎出门啊？迄根本暗黑暗。暗仔要害你出门真无方便，甚至即个叶牧师11当前对美国搬转来，你知影美国的生活形态，伊暗时拢无去出门，然后大个所在，一般人大个所在拢较伫郊区，所以咧厝较离足远，所以实际上暗暝出门，真安全，嘛其实无遐尔亲像咱台北市遐尔光，打搬转来的时阵。我会记起，我迄当阵住伫三重埔有一个表姐，我5句的查某囝来找阮。迄当阵阮打搬转来是，所以迄个总会事务所是，迄当阵因为要准备要去总会事务所服侍，所以总会事务所有帮阮订 YMCA hotel 伫遐，就是阮打搬转来的时阵。迄当阵我的一个表姐暗时来找阮。因为10几冬无看着，无见面，所以来看阮。到伫讲话真欢喜，讲到11点，伊讲伊要转去啊，真换伊隔日搁爱工作。我讲即摆11点啦，要安怎啦？伊讲遮台北啦，我坐捷运啦。你就知影讲咱即摆讲着暗暝来找耶稣，对咱来讲，对咱台北市人来讲。咱捷运这港前站，我看迄个时刻表，暗时12点半最后一班的，12点半咱港前站最后一班。表示讲你若要出门要去倒位，你12点暗时12点你出发去坐车，阁有车。但是伫尼哥底母迄个时代，耶稣迄个时代。暗暝来找耶稣，暗暝来到耶稣遐，这是真无共款的。因为暗暝、黑暗有更较深层的意思。咱想讲暗暝，外口暗面蒙，这个暗暝，这个暗是特别的意思。想讲约翰福音1章50，光照伫黑暗，黑暗无接受光。另外一个翻译的方法，了解方法是：光照伫暗暝，光照伫暗，黑暗无办法赢过光。然后约翰福音8章12节，佫讲到我是世界的光，跟对我的就无搁伫黑暗中行，要得到生命的光。8章12节，所以黑暗甲光明黑暗，这是对立的。然后黑暗甲生命的光，
世界的光，这个也是对立的。黑暗常常代表的是啥物？邪恶的、无好的，因为邪恶歹事拢容易伫黑暗中来发生。所以咧，像前几工咧讨论讲，咱迄个布告栏要安怎来改变，来合于21世纪，就是讲着讲，敢要找一台俗俗的迄个液晶电视放伫遐，然后咧用这个 PDF 循环播放，然后佫有自动来开关，然后即个平常时就变做一直喺走，甚至佫有影像，就无拄拄是贴海报，也是做美工，互大家看，真水，有啥物活动影一下，你是随时有迄个动态，然后佫有影像，但是讲着讲若电视互人偷摕要安怎？若电视互人破坏要安怎？但是后来想想诶，放心啦，咱即条街路其实是真光诶啦，是真光诶。所以歹人要做代志，光诶所在可能袂做啦，较袂做啦。暗诶，你今仔日你若即条街路暗时是暗面蒙，迄一定是治安真无好诶所在。歹人爱伫黑暗诶所在做歹代志，所以咱人诶本能，咱看到即条街路真暗，咱袂行；咱看到一个所在黑暗，咱袂去接近。咱停车诶时阵，咱暗时开车路边停车，我想你嘛袂故意停伫黑暗诶街路边仔。你会选择讲，上好遮正好一个路灯照落来，较光的所在，因为你知影黑暗的所在，歹人就会做歹代志。伫黑暗的所在，歹事真容易来发生，甚至人也容易伫暗的所在失去方向来迷路。所以。为什么咱即马都市内底暗时路灯拢拍真光，甚至有的人佫会敲电话去市政府投诉啥物？路灯伤光，害我暗时袂困觉。但是光照伫黑暗，互黑暗无过是遐暗，是有光明。其实这对人的本性来讲，你着较放心讲。即个所在是安全，只是尼哥底母伊是伫暗暝黑暗的中间来找耶稣，所以你若用安尼对伫黑暗来想，伫黑暗的中间的暗暝，尼哥底母来找耶稣，这表示讲尼哥底母不只是知影耶稣是一位传讲上帝的话、传讲道理的老师，犹太人叫列比，并且耶稣对伊所行的信者尼哥底母也承认讲，耶稣有上帝的气力显明。不过，咱继续看即个约翰福音3章，咱就知影，即时阵尼哥底母还佫毋知，未认捌着耶稣就是弥赛亚，所以伊对耶稣的了解其实也无完全。就算讲伊知影耶稣有上帝的气力，伊也认同耶稣所教的道理。但是，伊也无办法充分来认捌着主耶稣，所以咱也爱承认，咱其实甲尼哥底母上加咱也甲伊差不多，因为对伫耶稣基督的认捌，咱有真侪无完全，咱伫生命的
问题，咱也有真侪咱无办法来回答。无论你对伫教会所教导、圣经所讲的代志，你真实，甚至你也有体验真侪，但是咱拢爱承认，咱无办法完全100%来回答所有即个生命的问题。咱也有真侪咱的疑问，所以咱也爱学习尼哥底母迄款追求答案的心，咱迄款愿意去追求答案。咱基督徒伫信仰的过程中间，咱的信仰生活就是爱不断来问问题，追求答案，搁去发觉到咱生命的可能性。亲像咱坐车对台北要去高雄，其实咱也爱知影，台湾毋是敢若台北甲高雄，咱3不5时，你若有时间，鼓励讲你先拍车，你着对彰化开始买较紧的车，然后咧，咱知影区间车对台北会当坐去倒位？即种嘛有嘉义，即种嘛有嘉义，但是彰化是上济，对伫台北去彰化，台北去嘉义，我即马少坐长途啊，所以袂记咱台铁是安怎来安排，但是你若会当坐区间车，然后咧看到一站，你感觉即个车头古锥，你嘛通落去啊，会当看讲即个车站到底有啥物特别的所在？你毋捌去过岛南，你岛南去落去行的嘛袂歹，知影岛南有啥物啊？所以愿意追求的心，其实会当互咱基督徒的生命甲咱的信仰得到成长，甚至咱搁较会当有迄个机会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。就亲像坐区间车，你若愿意开时间，较侪时间来坐车，区间车你看到一站深色，啊是一站你听过即个地名，但是你一世人毋捌去，其实你嘛会当亲像坐区间车同款。落车，然后咧去看卖在地有啥物好食的物件，有啥物深色的所在，去行的，会当发觉到一个特别的地理文化。同款，咱有迄个对伫生命追求的心，咱也会当亲像即个区间车同款。你去发觉到，你去发现到，你生命的中间、生活的中间，有啥物是你以前无去想过、无去探讨过？你去找即款的机会，发觉到生命的可能性。过来，咱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咱会当发现到一项事也真深刻。可能咱拢捌有即款经验，甲别人讲一个代志论半步，结果咧发现你甲对方是讲无共款的事。这就发生伫今仔日咱约翰福音3章记载，尼哥底母甲耶稣的对话，其实中发现到也共款，所谓的鸡同鸭讲。所以伫约翰福音3章30，耶稣讲：“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人若无顶头生，袂当看到上帝国。咱人若无顶头生，袂当看见上帝的国。”就亲像鸡仔甲鸭，鸡同鸭讲啊，所以我直接就讲即个答案，鸡同鸭讲。为什么？因为尼哥底母将顶头生重生，了解是定心来出世，伊将重生来理解做重新出生。
这台语嘛有可能会有即个误会。顶头生，顶头生毋是顶头来出世，出生是啥物？对老母生出来，迄叫做出生。这毋是顶头生的意思，重新出生。就因为尼哥底母一开始将重生看做重新理解做重新出生，这地教伊无办法来相信耶稣所讲重生顶头生有任何的可能性。就算是安尼，尼哥底母的态度是啥物？伊犹原想要进一步了解，所以伊透过问题，想要互耶稣甲伊教讲顶头生的意义到底是啥物？我看到一个新闻片段啦，信义房屋资助1亿元，57社区获重生。利用这，咱会感觉讲其实约翰福音3章，尼哥底母的问题，你想想嘛真深刻重生哪有可能是重新出生啊？其实咱今仔日咱用重生，咱用重生这两字伫社会上，其实咱也罕地会理解做重新出生。但是你爱想讲，咱今仔日咱所用的话，其实受到真侪文化、现代文化的影响。咱今仔日讲重生，社区得到重生，你想到就是社区总体营造，然后咧，产生一个新的面向出现，新的可能性出现。咱袂理解做重新出生，57社区或重生，就一定爱拆掉重新起。毋是迄是得到新的改变，得到改变。咱讲重生，咱袂理解做一定爱拆掉重新开始。约翰福音3章60到80就记载着耶稣进一步来讲清讲明，就是上帝圣神怎样来做工来运行。互人的性命得到更新，性命得到更新，这就是耶稣所讲的顶头生。当然，咱也知影旧约也讲到上帝的神，上帝的灵。犹太人对伫旧约圣经也知影圣神毋是人会当掌握的，圣神亲像风，这是。旧约圣经就安尼来讲，同款的，上帝授予圣神，互伊所敬调的人，这也是旧约圣经就安尼教导。然后旧约也有上帝的神，也有可能离开一个人，亲像扫罗这个王，伊违背上帝的心意了后。圣经记载，上帝的神离开扫罗，但是耶稣进一步讲的，就是圣神会当带来生命的更新。所以耶稣讲，一个人除了互圣神的气力来改变，若无是袂当进入上帝国。进入上帝国。其实，耶稣所讲的，毋是未来入天国死了后去上帝遐，毋是，是爱活伫上帝的疼痛甲公义的下面，这叫做进入上帝国。但是耶稣所讲，人互圣神来改变生命。才会当进入上帝国。这甲尼哥底母所原本理解犹太教的教导是，人靠着遵守礼仪甲律法来进入上帝国，这是有真大的差别，这是有真大的差别。
也因为安尼，尼哥底母回应耶稣，太会有即款事，哪会有即款代志发生？可能咱也是类似，咱了解真侪代志，咱是拢是对伫物质顶面、肉体顶面来了解现实的层面，来了解生命。但是伫属灵的层面，咱无拄拄通真正了解。所以，咱爱想一项代志，就是咱敢是亲像尼哥底母共款，圣神也等待咱主动来去要认捌伊，亲像尼哥底母共款，就算是暗暝，就算是外口乌煞煞，你犹原愿意去找求答案。留下这，咱谦卑面对问题，咱也主动有迄个意愿去找求答案的即款的心，最后一定是指向慈悲疼痛的上帝。亲像耶稣伫3章16节所讲的：“上帝疼世间人，上帝疼世间人。”这就是咱找求答案，最后，拢会指向一个结论：上帝是疼。所以耶稣爱尼哥底母领受圣神改变的动力，来得到生命，得到更新，并且进入上帝掌权的中间，来互上帝亲自引带。所以耶稣爱尼哥底母，也爱咱同款，爱认捌着疼咱的天父上帝。所以，上帝是疼，上帝是疼，这就是咱读圣经最后咱指向的，就是这个结论：上帝是疼，上帝疼咱这个真理。这就是3章16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了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主日学过的歌，咱知影传统的主日学拢有合班时间，所以一个主日拢会教一首歌，有交唱时间，咱应该细汉若是教会大汉，咱拢有相同的经验。我学遐尼济歌，实际上。我会记一，到今仔日会记一安怎唱的，无几首。但是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。你赶快会记一。约翰福音3章16节，这是我对细汉到甚至细汉的时阵，主日学的时阵，会晓背的经节，印象上深的。这也是应该爱安尼，因为约翰福音3章16节会当讲，已经将耶稣所教的道理，甚至会当讲上帝疼世间人，会当包括着所有旧约到伫新约圣经所教导重要的道理。上帝疼世间人，上帝疼世间人，这会当讲是咱基督教的教导上精粹的一句话：上帝疼世间人。上帝道成肉体，成做耶稣圣囝耶稣，来到伫世间，互相信并且跟对伊的人得到生命的更新。并且因为安尼会当活伫上帝的慈悲、疼痛、公义的中间，所以因为耶稣，咱的生命无过是受定罪的生命，咱无过需要活伫逐款
对过去的怨叹的中间，对过去的怨恨的中间，因为上帝疼世间人，上帝疼你疼我，所以咱无搁因为过去所行过的艰苦，也是委屈，甚至是受人来陷害。咱无搁需要活伫迄中间，因为你知影，无因为过去去行即段艰苦的路，上帝就无疼你。你也知影讲，袂因为别人捌扭曲代志来讲你的歹话，来用谣言来攻击你。你今仔日你就无受到上帝疼，无上帝疼你。无因为你行过的路是怎样，上帝犹原疼你。所以，当约翰福音3章17节、18节讲到上帝毋是要定世间人的罪，以及信伊的无受定罪，这个同时拢是讲到现在式，毋是未来式。意思是啥物？只要咱愿意改变心意，改变过去迄个旧的我，咱愿意悔改，咱就无搁活伫受定罪的中间。咱无需要搁活伫过去遐个辛苦艰苦、遐个怨叹、遐个怨恨的中间。只要咱愿意领受圣神来改变咱的生命，咱活出咱新的生命，咱就无搁互过去来捆绑。靠着信心，并且跟对耶稣基督的脚步，就会当互咱活伫上帝的疼痛甲公义的中间，咱得到对天父来丰丰富富的祝福。上帝的慈悲疼痛甲恩典，也亲像光照伫黑暗的中间，互咱看见着脱离邪恶甲混乱的道路，照光咱头前的路。咱知影咱的路，即条正确的路会行到倒位。哦，即摆讲到路吼，即个哦，在路上哦，都特别的兴奋。咱毋知为虾米？哦，媒体的影响，哦，咱光照伫黑暗，互咱看到咱在路上是在哪条路上，正确的路，咱就勇敢行落去。来兄弟，爱知影黑暗无办法抵挡光，黑暗无可能通阻挡光，所以无论咱房间中间本来是偌暗，一点点物件拢看无，你只要有小块的光伫内底，这规个房间就会光起来。哦，所以讲蜡烛的光再怎么小，它能够让一个房间亮起来，因为黑暗无办法抵抗光，就像上帝的疼甲公义，总是拢会当赢过即个世界的邪恶。只要咱会当行伫上帝的光的中间，伊的光就会当照光咱的所讲所行，并且伊的光也会当反射出伊的慈悲疼痛。落兄弟，上帝的光，毋是突然中间就临到尼哥底母。尼哥底母伫拄着耶稣进前，其实伊是全无认真来读上帝的话。上帝的光，毋是突然中间临到。当然，圣经无记载尼哥底母到后来敢有正式来成做基督徒，圣经无记。但是咱知影尼哥底母伊持续去追求即个属灵生命的答案，甚至约翰福音有记载，尼哥底母
伫耶稣受掠了后，伊是勇敢徛出来，替耶稣来辩护。约翰福音也记载，耶稣顶十字架死，埋葬。埋葬是啥物人做的？尼哥底母用伊的影响力，伊是替耶稣埋葬的人。这是根据福音书的记载。所以咱知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是一段的旅程，就算讲上帝已经应允咱，上帝已经互咱知影，咱所要到的所在是真美好，但是亲像旅行的过程中间，其实旅行的过程中间的快乐、欣喜，互咱会当有特别的感受、惊奇，甲你感觉即个旅程的中间是真丰富。这一切，咱伫咱日常生活，其实拢会当经验会到的。只要咱愿意活伫甲上帝的关系的中间，咱行伫黑暗中，有上帝的光照咱，咱就无过是黑暗；有上帝的光照咱，咱就知影，就算讲咱今仔日难免会拄着困难，但是上帝的光照伫咱的路，互咱知影，咱是伫正确的路在路上。咱做伙按头来祈祷。听阮的主，阮真正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互阮会当有主你圣神的光照光阮的路，互阮知影，阮头前的路所行到的所在是你美好的应允。但是主啊，也恳求上帝你的圣神照光阮行过的路，互阮会当发觉到，阮过去所行的，难免有辛苦，难免会拄着艰苦事，也是需要面对困难。但是你会听，看顾阮，保守阮，互阮所行过的一切拢毋是空空，是对伫阮信仰的历程中间，阮慢慢来学习到，啥物是你爱阮所行的，啥物是你爱阮所做的。阮也因为阮所行过的路，你互阮会当成长到伫今仔日。所以主啊，恳求上帝你持续用你的光照阮，照光阮头前的路，也照光阮的心，互阮会当亲像尼哥底母，感受到家己的不足，就渴慕来跟对你，来亲近你，来找到迄个生命的答案。主啊，恳求上帝你持续带领阮信仰的历程，也带领阮的教会，互阮伫教会团契生活中间，互阮会当彼此三扶持、三疼痛，互阮大家会当伫主你的光的中间，阮会当做伙来对你来行。阮将阮头前的路交托互主你亲自来带领。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感谢牧师的勉励，咱即时要来回应，咱来唱圣诗第31首，圣诗第31首。天父疼咱世间众人，赏赐独生圣囝，拯救赎回显明疼痛。天父实在是疼
天父真正是听，连我也得伊听，写我一切有为罪过。天父上帝是听，请起立领全首。天教是少年我要力量，下我的爱有为最高，你的兄弟是家。虽然我跑最多的多，被人。对的是我记了，就不能说是他。一辈兄弟，最多是他，因我要对你讲，笑我一切无畏罪过。想听呀，总是更是的，没人心中藏起，心里的人说纯粹真，没了请求阿弥，你被兄弟真正是命。我要给你讲，像我的爱为最多，你被兄弟是家，你被家痛的真的多，见到应该把你。quân ơi ơi cái quân ô đi yêu chan đi về sông trên cha xin nhà nên qua ya đây cha qua em ơi ơi trời qua请坐，这点咱要来奉献，咱来请民兵执事甲义姐执事来书献。
即条咱来看周报，咱来报告吼。报告事项，咱第一点，小的公告，咱本会2024年的会员号要定伫2月初4吼，主个礼拜后召开，请本会备传者、会员出席，请兄弟姊妹对接来伫火灾人灾的名单吼，无法度出席的，请用牧师也是小会的书记名义长来请假。咱会员名单咱家己来看。第二，咱今日是国内外宣道主日，请兄弟共同完成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国内外的宣道事工。第三，咱后礼拜主日1月28号，恁礼拜三咱要举行咱教会例行的1年一遍的教会大摒扫吼，咱请兄弟吼有时间的人会当留来参与。遮咱也要请秋妹执事来甲因说法吼，来分区啊，较袂拢有重复吼。咱若即时，咱也请秋妹来甲因说法吼烦恼。第四点，咱本会的草会班，咱春季会开始报名，要伫3月甲6月，每月的第一礼拜拜六上午10点上课。咱本会蒋老师来指导吼。学费全免加收材料费，请教会兄弟来踊跃报名，也鼓励大家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教会学习插花。咱下礼拜第5点，下礼拜的1月18主日礼拜，咱题目是心灵的论德，吼，经文是咱家己来看。咱来看倒边的聚会活动，咱主日礼拜上午10点，圣歌队是8点45，早间是拜五暗7点半，吼，咱草会班的春季，咱要3月开始吼，每月的第一礼拜吼，咱上午10点，咱的祈祷早经，咱创世纪吼，咱伫写7章，咱家己来关心来看吼。过来咱来看圣工的事项，咱交代是宴庆节甲赎文节，插花蒋老师清扫是下播节，咱后礼拜讲道牧师苏慧民兵执事、苏琴义杰执事，领唱以信兄，苏宪于洋执事甲秋妹执事，交代是邦西乡甲春节插花牛长老清扫是玉兰节。咱的奉献甲出席人口，咱家己来看啊。现金的部分，若有重大，咱甲过价出力来更正。咱来看正边下骹的本球的金句。约翰福音3章16节，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赐上世间，互见若信伊的人袂沉沦，会得到永活。伊疼世间到安尼，请。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，互见若信伊的人袂沉沦，会得到永活。伊疼世间到安尼，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，互见若信伊的人袂沉沦，会得到永活。伊疼世间到安尼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给他们。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福音3章16节。这条，请咱坐伫咱委员互相来请安。咱即是来唱圣诗，398首，398首圣诗线，咱要。临时说，咱要请牧师甲咱祝祷398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，天父上帝赏赐大福，听咱亲像囝儿，听咱亲像囝儿，请咱起立。万
咱救主耶稣基督，显明恩典慈悲，伊被上帝受主大好，也咱亲像家己，听咱亲像家己，相信关联甲咱感动，也祈祷咱习惯，上帝给咱祝福，世界万岁来，继续到万岁来。全能的上帝，愿你关灵的神改造阮，温柔的神引带阮，稳定的神帮助阮，互阮服侍敬拜你，对即时到永远。阿门。阿门